北约同意和乌克兰加入，不过讲这阵也唔是时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批评北约无公平时间伤过合。一个伫咧泰国做生意的德国人顶礼拜失踪，这阵竟然是伫因朋友家的冷冻柜找到遗体，而且已经去互分尸。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皮，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北约这阵是伫咧立陶宛开会，因昨是已经同意和乌克兰加入北约，不过因的秘书长讲，这阵在咧战争，所以讲也阁唔是时机。唔妨即阵就加入，这上界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条共同防御条款。因为只要北约的成员有人咧战争，其他国家拢爱去斗相共。若是讲乌克兰即阵就加入，等于就是所有的国家拢会加入战争。所以讲，像美国啊、德国拢有出声讲，无赞成乌克兰即阵就随加入。但若是答应讲会继续送武器，算是表达一个讲会甲乌克兰继续相挺。针对北约的这款态度，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当然是真无欢喜，讲北约无明确定出当时互因加入，安尼是伤过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5万加入北约，伫其峰会路顶悬推文，无设定邀请或者是入名时间表，事无前例，而且含糊。Україні безпеку。伊推文几点钟了后，北约伫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领袖峰会也共款表态。When a war is going on, that's not the time for making Ukraine a full member of the alliance. Be allies that assess whether the conditions are met and then make the decision on an invitation. 土耳其已经支持瑞典入会，美国方面总统拜登讲这是历史性事件，国务卿布林肯认为这是向普京发出强烈信号。乌克兰也已经整合成功所需要一切。迄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阁承诺提供飞弹，俄罗斯方面认为北约只是咧炒话题。Различного вооружения. Уничтожены 21 самолет, 5 вертолетов, 1244 танка и других боевых бронированных машин. 我北约伫领袖峰会了后公布，对中国发出历史上上强烈谴责，批评北京天和军事威胁台湾。China is not our adversary, and we should continue to engage. But Beijing's increasing assertiveness affects our security. Refusing to condemn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特滕伯格表示，中国发展核武速度甲规模，拢是以前捌看到，而且无透明。北约盟国同期借钱防范中国的威胁。广西新闻黄文玲报道。北约开会除了讲到乌克兰的代志，嘛强烈批评中国军事威胁台湾。咱台湾即阵嘛是当咧汉光演习，大家单位拢是咧加强训练对抗敌军。不过中国是无咧插国际界批评，即阵佫加强扰台动作。亲像今日中岛战争，都有123架中国军机飞过海峡的中线，甚至佫有4架军舰伫咱的东南边操演。60个特战线兵扮演敌军，全副武装为 C-130空运输机进行高空渗透跳伞，空港的画面是真壮观。虽然空道有到9700磅的悍马车，因为降落的距离偏差，敢若当伫个50公尺内，比人员跳伞还佫较困难。也若面对敌军空港侵袭，国军随做反制。敌军一个降落，国军随用机枪扫射，甲敌人灭掉。感觉国军训练得非常扎实。第一次看到悍马车从这个C-130洞上面抛投下来。这是陆军航特部伫屏东冲量训练场执行的联合反空机港作战。持续进行汉光士兵演习义演的，唔那伫屏东，模拟敌军空港攻击，国军反制敌军攻占桃园国际机场，实施反击，了后出动救护人力，用冷桥甲受伤的人紧急送病院。另外一边，桃园炼油厂嘛模拟去敌军突袭，双方激烈交火，咱国伫攻击敌军了后，随进行搜查，所有细节拢真认真。都是要落实伫倒位相战，兵就伫倒位练的备战原则。就伫国军拍拼操演的时阵，解放军煞增加扰乱台湾的力头。国防部表示，12早起7点开始到中昼，小连续侦查到30架中国军机出海活动，其中23架下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另外，还佫有4架中国军舰配合执行联合战备巡逻。这嘛是解放军大批军机军舰连续第2天伫咱国东南应变区外口实施海空联训。也若国军是严密监控当中，
记者综合报道。北韩今日早起是搁向日本海射一粒洲际弹道飞弹，因为北韩领导人的小妹金宇正这2天是一直出声骂美国的军机侵犯着因的领空，呛讲是要甲美国的军机拍落来。所以讲今日的这粒飞弹，都互大众认为讲是雕工要甲美国警告。日本早起9点59分，北韩卫兵站高谷附近发射一粒 ICBM 等级的弹道飞弹。到11点13分，飞弹落在距离北海道凹口岛西边，差不多250公里远的日本经济海峡外口。日本防卫省认为，这架飞弹射程可能超过15000公里，会用达到美国全国土。日本推测这粒飞弹飞的距离差不多1000公里，相关的管道超过6000公里，发射的角度比过去更加悬，飞的时间嘛超过去年3月有记录的71分钟，达到74分钟，是过去飞上过的飞弾。1万キロを超える ICBM の能力というものをアメリカにあるいは世界に確実に見せつけた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今回はまさにICBM のロフテッド軌道ということで判断して間違いないと思います。这是北韩在今年4月13日以后，搁一摆试射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 ICBM 等级的弹道飞弹，嘛是有记录的第14届。特别是时间拄好伫北韩领导人小妹金宇正连续2天牵制美国侦察机，侵犯北韩领空真侪届，佮讲无排除要甲美国军机拍落来以后，嘛互外界咧以后，这是北韩对美国表达不满的呛声甲警告。而这届北约组织的领袖会议，北韩秘书长斯托滕伯格为着牵制中国，甲影响力扩大到亚太地区，邀请亚洲包括日本、南韩、纽西兰、澳洲，拢总4个国家领袖参加。For NATO, it is important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partnership with a partner like New Zealand because security is not regional, security is global. What happens in the Indo-Pacific matters for Europe, for NATO. And what happens in Europe matters for the Indo-Pacific. 这些国家是北约的亚太地区伙伴国 AP4， 今年是连续第2档参加，各国会分别甲北约签国别化伙伴计划，深结双方的合作关系。暂时，日本、澳洲已经甲北约要伫包括军事、网络安全等等16个领域合作。南韩甲纽西兰嘛会做相关讨论，赶紧达成共识。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公布今年物价调查，是超过3万种食食起价，这是有史以来上界多。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韩过去是用南朝鲜称呼南韩，不过将北韩领导人的小妹金宇正，却是改用大韩民国称呼南韩。伊在北韩认为讲这南韩是因分裂出去的民族，但是这阵改变称呼，就变做2个国家。英国《Times》报道，法国因为一个少年家去互警察单是全国暴动，到这阵是已经2礼拜啊。预估这经济损失是好大票220亿。刷类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联合国将表决讲，敢要继续救助叙利亚战略地区。俄罗斯是投票否决。这代表数百万的叙利亚人恐惊要面临生存危机。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中国海客顶个月入侵美两个云端，锁定20几个欧美国家的政府口罩，因目的就是要偷摕资料，这美两个治安明显出现问题。接落来看天气的消息，美国甲日本这阵拢有所在咧倒水灾，不过温度却是一直咧升悬。亲像日本的九州就发水防线警告，不过关东地区却是升到39度。也若是美国西南部的沙漠地区，亚利桑那州的风声是不时就破43度。不过东北部地区却是2天就落2个月的雨量。美国东北部初9是降大雨，雨势对东在区的纽约州是一直到佛蒙特州，当地2天内就降2个月份的雨量，造成内山出水，水崩山，8千人口的首府蒙特佩利尔变作大水国，水头大排水就要满出来，就准备泄洪。拜登总统是宣布佛蒙特州是日来到紧急状态，11日头出来，民众较紧开始清理厝内，店家的损失嘛拢真严重。When we came last night, the water was about to here. I'm crying. My entire store is upended. My freezers are all over the place.
伫西南部的沙漠地区，是出现敢若航路地狱这种高温。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连续12天，拢是超过摄氏43度这种有够烧热的天气，加上空气正打拢无风是有够湿，对民众来讲搁较艰苦。直升机就是提供冰水给过路人。另外，德州、佛州、南加州嘛同款是有够热。What's unusual is just how hot the temperatures are reaching in so many places simultaneously. And we have very clear evidence global warming is the primary driver of that increase in the frequency of severe heat, the increase in the co-occurrence of severe heat. 太平洋对岸的日本关东和东海地区，12嘛拢是摄氏35度以上有够烧热的天气。东加北王子下晡搁起哩到摄氏39度，当局对真侪所在发布高温警报，提醒民众莫着沙。另外，前一天九州的超大雨，造成7死和真侪人失踪，搜救的工作搁在进行。但12号势搁来，福冈县的古老米市是对土石灾害警戒区的5762号，13480个居民是发布等于是5级上悬警戒的紧急安全确保，呼吁民众踮伫安全的所在。另外，西日本到北日本之间大气状况嘛真无稳定，北陆、东北都有局部大雷雨。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咱人类追求发展，毋过煞是伤害着咱上亲爱的地球。这气候变迁就是一个真好的例。咱人类甲大自然本来是共生共存，亲像拍蜡、万过之来者种植，这拢抑阁算迫害无介严重。后来航海贸易，甚至到工业时代，人类着大量用自然资源，烧土炭、排废气，甚至到1950年代了后，人类是要爱啥着抢啥。这伤害大自然的力头就愈来愈重。科学家即阵是一直想要知影讲，咱人类到底是当时开始主导地球的变化，进入人类世代。所以讲学者就伫咧加拿大学70年前的地层，找到一款元素钚，因为大自然原底是无可能会有这款物件。即阵找到，就代表讲，上无伫咧70年前，人类就已经咧主导地质的变化。人类学工作小组在正式宣布，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克劳福乌拉的定质物，证明地球大约在70年前，因为人类活动影响，已经迈入人类学全新的地质的篇章。But none of the others has such a distinct, like, fingerprint of exactly what the core looks like and what each year looks like. So each year has its own personality, like people. 随上人类学概念，在19到20世纪初期就捌出现，一直到得到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物理学者克鲁称，在西元2000年正式来提出。人类学工作小组指出，1950年代叶布切奇所释放的钚元素是进入人类学清测标记，已经在克鲁福湖的核心定质物样本内底被发现。1950s, the United States started doing more testing of atomic bomb testing and atmospheric testing, and the levels of plutonium in our core started to increase. 另外，克鲁福湖内底也发现化石燃料加肥料的定质物，甚至发现塑胶微粒，这拢是人类活动影响地球地质的证据。Nature was so big, how could we possibly make a big change to this? What we're saying, in effect, by defining an Anthropocene is to say, no, actually, humans are a major geological force. And if anything, probably the most significant geological force on the planet. 人类学研究小组也强调，气候暖化造成的高温、可化甲水灾，也是改变地球地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地球地质46亿年的演化，经过侏罗纪、白垩纪，照到11700年前开始的全新世。即阵人类学也未得到国际地质学委员会正式的承认，一旦若是得到认证，人类学正说地球地质全新的时期。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伫咧泰国做生理的一个德国第三大好野人，顶礼拜人是熊熊无语。警方一路追查，查到因2个德国朋友的徛家，竟然是一个冷冻柜内底发现这个生理人的遗体，而且竟然已经去互分尸。警方是认为讲，这2个德国人嫌疑真重，已经甲因抓起来。
泰国警方伫即个白色的大冰柜内面，冰出敢若是作案用的电机啊，这工具，而且发现防分尸的麦克，确定即个德国籍第3号野人伫离奇失踪1礼拜了后，已经互逮死。即满62岁的麦克是几当前移居去泰国的帕塔亚，伊伫初时出门参加商务会议了后，就拢无消无息。因某迄暗收到伊的感信，就感觉真奇怪，随报警察。6天后，警方伫帕塔亚一栋公寓外口的停车场。发现麦克的面乳，怀疑车内有疑似用漂白剂来消灭基情的形，后壁佫追踪到一台载冰柜正可疑黑色的皮卡车，总算找到这间厝和麦克的尸体。法医初步研判麦克死进前是互动物牵甲重伤。警方调查发现，租这间厝的是2个麦克德国籍的朋友，而且已经租3个月。目前上新的发展是2个人已经互抓起来，无排除有其他泰国人涉案。警方嘛发现麦克的小户有大条资金无去。可能和这个案件有关系，搁在深入调查。公司新闻站回敏编译。社会有争议出现的时阵，常常会有大阵网友去找当事人的资料，搁共公布出来。安尼敢会使？其实是有真侪争议。所以讲，荷兰的政府为着阻挡这款行为，定出新的法令。若是伫咧网络顶公开别人的资料，就算是犯罪，上当是会当关2年，判代票75万。要若是伫咱台湾，同款的行为是判搁较重，会当关到5年，判代票100万。下一电脑用网络伫查资料是真方便，却是隐藏个人资料外泄的风险。对着社会发生争议事件，未少网友会发动搜查，查出当事人的个人资料甲背景，引发议论。而荷兰政府最近推出新法，即要伫网络公开别人的地址，也是个人资讯，就看做是犯罪，相当于判2年，也是75万元罚款。新法明年实施。我觉得可以遏阻一些事情发生，对。但我们台湾应该还需要再慢慢的改善一下，有点限制到言论自由啦。不过如果上去公审之类的那种，就比较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稍微惩罚一下。对着荷兰推出这新法，民众看法无同，即阵包含南韩、香港、美国部分的州，其实拢有相关的法规。台湾是有各自法，依照第41条规定，意图为家己也是第三人不法的利益，也是损害他人的利益，相当于处5年有期徒刑，并科100万块罚金。不过有律师坦白讲，在台湾的这种搜查行为，比判刑的比例其实无悬，不过也是面临行政的处罚。你可以去公布或者是使用其他人的个资，而不构成这个妨碍的状况，其实指的就是说有公共利益的状况。譬如说，前一阵子的那个 Me Too 的一系列里面，其实它有涉及到，就是说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犯罪行为。讨论到这个特定人的部分，其实它就不会涉及到了个资法的违反。执行是会有落差的，也就是说，你一个人可能注册好几个账号。那这个 IP 使用的位置可能有好几次，那你可能就是要就是变成你网络就是要实名制。学者认为，个资法有修法加严的必要性，不过伫这平上真侪困难，面临网络机器人、假户头的干扰，难以找出真正使用者。建议政府加强治安的防护。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有一对同性伴侣收集过去100年同志做伙翕的相片，伫咧瑞士办展览。过去的社会对同志的观念也无遐尼进步，所以讲有真侪相片的主角看起来拢真鄙视，不过也是会当看出因真相爱。这款物件拢是迄保守年代留落来珍贵记录。面容清秀的伴侣摕一张写未婚暗过未来会结婚的标语。伫个同性爱依然属于禁忌的20世纪初，因勇敢为彼此爱情留下见证。瑞士日内瓦拉特美术馆展出有爱 Loving 的摄影展，展示1850到1950的100多年之间，真侪对同志斗阵翕相的作品。无论是规矩面对镜头，或者是轻轻靠做伙，这伴侣眼中透露的爱意已经超过性别。I think that they wanted to have something to remember themselves by. And a lot of the photographs are pristine, so you know that they've been hidden somewhere, whether it was tucked in a book or in a drawer. We have some that you can tell have been folded, so maybe they were and worn, so maybe they were carried in a wallet. 切德威尔甲另外一半小妮妮情定终身将近30年，伫德州古董店看到一张一对同志伴侣小胆的相片，就想起开始收集同性摄影作品。
20多年来，为本素市啊网络拍卖平台到同志家属的管道，找到将近3000张的相片，搁伫2020年出版验影文集，希望为禁忌年代纯爱留下见证。伫收集过程中，意外发现真侪家庭对同性爱态度并无很排斥。 Often people say things like, well, it was so much worse back then than it is now. And in fact, it was not as bad back then. This is what we've discovered. It wasn't as bad back then. I think that a lot of people had a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towards a same-sex couple, men or women, either one. 爱的有形同志活动陆续伫全球各国闹热登场，发爱的平等宣言，好亲像也为同性恋影展的影中人，讲出无法度坦白的真爱。 These two men who couldn't celebrate their lives are now being able to participate in a way and see the joy and the love that we share for each other, that all people share for each other. 东市新闻张淑芬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